歡迎嚟到 Alvin 中史 channel。咁咧因為咧就有好多同學仔咧就有啲疑惑，就係關於就係話今年大二係啲乜嘢嘢，或者 DSE cut off 係啲乜嘢嘢。咁就所以咧因為 DSE 將至啦，仲有一個月考中試啦，即係依家錄影嘅時間係2026年嘅3月28號啦。咁因為仲有少少時間考中試嘅情況之下咧，咁所以咧就同大家進行一個深 up，咁咧嚟到講下今年嘅大熱啊咁樣，所以一個貼題課程嘅初階嚟嘅。咁如果有同學咧想參與進階嗰部分咧，我會喺考完公社科，即係4月14號嗰陣時咧，會開一個 Zoom course 嘅。咁嗰個係 free giveaway 嚟嘅。咁過幾日咧，我就會喺 IG 度做宣傳噶啦。咁所以有啲同學咧仔咧，如果想出席進階部分嘅話咧，咁就可以嚟到即係做喺我 IG 度 like、share、subscribe 或者 comment 咁樣啦。咁嚟到即係參加呢個 Zoom 嘅 free course，或者喺留言區嗰度咧會有網址嗰度，咁同學可以就喺嗰個位嚟到睇一睇嗰個嘅即係參與個 Zoom 嘅 free course 部分啦。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咁樣。咁如果論嗰個嘅DSE cut off 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我哋咧會用2021年到2024年中間呢個位咧就可以打交叉嘅。咁因為呢個咧因為大家知考評局疫情為理由咧，曾經咧進行 cut syllabus，所以咧同學嘅師兄師姐咧有一堆咧就係可以淨係讀古代史或者近代史都得。咁所以呢一 part 咧就我哋可以唔使理嘅，因為咧今日 cut 咗 syllabus 嘛，所以嗰個 cut off 節目高啲嘅。咁但係2025年係復常年，即係變翻做正常嘅年份，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即係通常我覺得2026年嘅 DSE 啦，即係嗱呢一年19年咧係我覺得係最難嗰年 DSE 嚟㗎。呢一年即係2019年 DSE 係最難嗰年嚟嘅。咁最難嗰年都77、70同65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相對係容易嗰年，即係如果18年，我覺得係咁多年當中最易嗰年啦。咁係啦，但係你個 cut off 高咗嘅80.9，因為咧多咗好多近年嚟講出題多咗好多填充題啊。咁因為以前都好多10分同15分嘅題目啦，所以就係啦，所以因為寫長文嘅情況之下，個 cut off 點都會低啲嘅。咁但係你見到嗰個嘅5嘅 cut off 咧係史上都可以話第二低嘅啦，咁樣，因為呢年係最難嗰年嘛。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咧應該都係用翻呢個 standard 噶啦，即係大概係79至81% 左右係5星星，72到74% 左右係5星，或者66至68左右係5呢個分數嚟到做個中間位。咁係啦，咁所以如果同學仔如果想即係考 DSE 考得高分或者想攞5星星嘅話，就可以用到呢一個做 standard 啦。咁即係話通常咧每一題如果25分嘅話咧，大概係食25分左右啦。咁如果係70，即係如果你攞5星，大概19分左右；如果係5嘅話，就係18分左右。即係以25%，即係25分為滿分嘅情況之下嘅話，如果係必答題嘅話，大概係呢一個大概預35啦。呢個大概預30啦，呢個就大概預27、28左右啦，即係大概係呢個分數就係必答題個分數，呢個就係即係必答題就以呢一個嘅40分做滿分嗰個情況，就大概係呢個分數啦，咁樣。咁所以同學仔可以用呢個做目標啦，咁樣即係大概係一題必答題35分，再加選答題，再加選修單元係20分嘅情況，即係拉翻勻就5星星。所以話唔需要話去到題題都去到24、25分就去5星星，唔使嘅。咁即係其實拉平均分嘅啫，所以你拉到平均分係咁嘅分數就差唔多。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嘅 cut off 咁樣啦，即係有啲同學仔想知道出面幾多分先攞5星星嘅情況之下嘅話，咁第二就係重點部分啦，就係貼題部分啦。咁到底乜嘢 topic 先係即係要值得溫嘅部分咧？咁呢度咧我咧就講嗰陣時，我就會用第一階梯、第二階梯，即係第一階梯係必須溫習嘅。跟住就係次要，即係相對重要，所以通常我會叫大家首先溫完1，先溫2，再溫3，再溫4嘅，即係我覺得嗰個情況大概係咁樣啦。咁嗱，我哋呢度咧就有一個嘅，即係今年嗰個出題趨勢，即係近年或者由 DSE 開考12年開始嘅出題趨勢啦。咁我哋通常咧就會以1咧就係周初封建，即係單元1，秦學係第2，呢個魏晉係第3，跟住呢一個魏晉係呢個隋唐第4，5係宋元明清。通常咧考評局出題嗰陣時咧，通常咧即係大致有必答同3個選答噶嘛，通常係。
咁通常佢出題嗰陣時咧，就會係橫跨4個單元，即係一個單元出必答，跟住另外3個單元出選答，咁一個單元就唔出嘅。通常佢個模式係咁樣，因為年年都係咁，除咗2023年之外。2023年咧，因為嗰年好奸狡啊，就係咧佢嗰年咧就即係大熱原本係安史之亂，因為你見到 Do Re Mi Fa So 啦，正常呢一年都會出安史嘅，但係佢冇出到咁樣啦，咁。變相咧，佢咧就將宋代變咗必答題。咁呢一圖咧係比較特別啲，因為佢係將必答同選答同時出現喺一個單元嗰度。咁所以如果當年溫咗宋元明清嘅單元都幾爽下，因為其實就可以揀上2題，其實就可以揀晒。咁係咯，除咗呢年之外，其他年份多數都係必答加即係其他單元就橫跨4個選答，就咁同咁樣出題嘅，通常係。咁所以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如果我哋論2026年 DSE 大熱，或者我哋首先講2025先啦。2025嘅情況之下咧，必答題首先出咗秦漢、秦始皇漢武帝。跟住魏晉南北朝咧就係出咗第2題，跟住唐代就出咗隋唐盛世出咗第3題，跟住清代集權出咗第4題，大概咁樣嘅情況。所以如果論今年嘅大熱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因為橫跨4個單元啦，所以咧因為你見到魏晉南北朝呢 part 咧係13年、15年、17年、19年、21年、23年、25年，通常單數年份出，而你見到呢一個周代就係通常212年、14年、16年、19年、20年、22年、24年啦，所以通常隔年出題。所以如果除非佢個試題咁樣啦，就18年我當年玩嘢啦，就冇出過周代啦。咁唔係嘅話，通常如果今年嚟講嘅話咧，呢一 part 會係值得溫習嘅，呢 part 要。咁同時間呢 part 都要注意嘅，因為大機出必答嘅，因為你見到好耐冇出過必答，對上一出係2019同2020年啦。所以今年如無意外咧，我覺得周代封建會係做必答題嘅，因為你都太耐冇出過必答啦。咁魏晉南北朝變相可以唔使溫嘅啦，因為你見到就係啦，因為其實單數年份出題啦。咁通常同埋因為係復常年啊，即係一個正常 syllabus 咧，因為實在太大 topic 啦，所以佢好少機會咧會即係玩嘢咁樣啦，就無啦啦冧裝個魏晉好少嘅。如果通常暗中魏晉，佢通常要你揀唔到噶啦，咁樣通常要你局限揀一題嘅。所以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尤其是秦始皇漢武帝咧，你見到當年咧係出過必答題，咁好快都出多次必答題啦。所以下年如果出必答題，機率比較微噶啦。咁但係咧，因為你見到咧佢2022曾經出過必答，2023年再出個選答，係咪？所以嘅情況之下，我會建議同學最好要溫一溫漢武帝嘅。因為咧漢武帝咧，因為咧通常如無意外咧，呢個秦漢呢 part 會出題嘅。通常如無意外嘅話，即係王莽散漢同埋呢一個嘅東漢戚宦相爭咧，如無意外係會出題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咧，但係因為佢通常我又覺得佢唔會咁順攤啦咁樣啦。而大家知道王莽散漢係有漢武帝嗰個即係中央集權背景，因為你知削弱相權，權歸內朝，內朝掌決策權，外朝掌執行權。咁而因為嗰陣時，因為漢武帝開頭係揀心腹大臣入去內朝嗰度啦，但係去到漢昭帝嗰陣時咧，外戚就開始同呢個內朝就特登扯上關係。以前唔一定係外戚，都可以係外戚，但係因為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身份嚟領導內朝。嚟到輔助幼主，即係昭帝啦，咁所以成為咗內朝首腦，所以結果及後呢一個嘅宣帝以後君主多年有職位，所以令到外戚就可以把持呢個嘅內朝嚟到掌控朝政，咁所以其實有機會同漢武帝一齊問，不過都有機會咧，漢武帝呢年會翻炒嘅都有機會會。即係你見到秦漢通常好經常翻炒嘅，秦漢係通常你見到其實真係通常好經常翻炒，所以即係我覺得係有機會咧係下年係冧莊㗎呢一度漢武帝係，所以大家都要溫一溫漢武帝呢度啦。咁至於隋唐嗰度咧，因為通常你見到安史之類係隔年出題㗎，咁係呢年比較特別咯，呢年冇隔出題啦。咁但係你見到出題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安史之亂上年冇出過，所以今年會係大熱嚟㗎。咁但係隋文帝你見到其實都好耐冇出過啦。不過我覺得因為佢通常擺喺隋唐，即係唐太宗、唐玄宗嗰 part 叫隋唐盛世，所以咧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呢一個咧嗰個出題機率係比較即係有喺度嘅，但係我覺得應該又唔會必答嘅，應該又唔會咁賤格咁樣啦。
咁其次就宋元明清啦，上年出咗呢個啦，係咪清代集團清初民族，所以呢年今年都大機會唔出題㗎啦。咁所以通常如無意外 Q4 就應該會係宋太祖 mix 明太祖嘅，不過佢都有咁樣嘅可能嘅，就係可能會將安史之亂同宋太祖嘅集權一齊 mix 埋出㗎。係呢個 pattern 唔係冇出過㗎，因為你見到以前18年 DSE 嗰陣時咧，就係曾經咁樣出過題㗎。你見到 Q3 係唐太宗，Q3都係呢個明代集權，呢兩個跨單元出題。係咪？所以我覺得亦都唔好咁坐定甩碌，或者你見到就係話15年呢年，孝文帝出咗呢度，清代集權都係 Q3，所以你見到都唔好話咁坐定甩碌，就係話一定係同一個板塊出，佢可以跨 topic 咁樣出㗎。都係一個，因為嗰年佢係獨特登，你見到就係咁樣啦。你見到18年咧，你叫17年出個 Q2，18年都出 Q2，呢個17年出 Q4，呢個都出 Q4，清初民族。所以咧，你其實預咗18年同學仔呢題揀唔到㗎，呢題都揀唔到，即係比想個個揀晒呢一題。咁所以你記住有啲同學仔千祈，因為有啲同學仔咧成日有啲迷思就喺度話溫唔溫宋元明清，咁但係其實咧宋元明清呢 part 係幾好答嘅，同埋咧佢有機會如果咁樣出題嘅情況之下，或者2023年咁樣出題嘅情況之下咧，咁有啲同學就死硬㗎啦。所以咧其實會見同學咧，其實最溫少宋元明清啦。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如果論今年大熱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如果論甲部先啦。甲部情況之下，首先呢一個嘅即係周代封建啦，係有機會出題嘅，亦都有機會出必答題，有機會出必答題啦。呢一個有機會出必答題啦。咁兩項戚運都有機會出，不過我覺得啦，嗱有個危機嘅，就係話佢可能咧就特登出晒啲大熱嘅 topic 喺選答，即係佢最賤格嘅做法係啲咩咧？就係周代出一題選答，安史出一題選答，宋明出一題選答，3題都出咗選答，係好人啦。但係必答題咧，你見到呢度幾黐線係咩？19年曾經出過周代封建做必答，跟住20年出東周，就係啦。你見到其實呢3年其實你見到都係一個非常之大熱 topic 嚟嘅選答題，但係就係呢度咧陰死咗好多人，因為啲人覺得出咗19年出咗必答，20年就唔會出周代必答，但係唔係㗎，你估佢冧莊㗎，所以你其實呢一 part 係有機會嘅，呢一 part 係，所以嗱我覺得呢個擺第2啦，即係呢一個尤其是中央集權嗰部分啦。即係啦，即係中央集權嗰部分，即係指削弱上權嗰部分咧，其實同學最好要溫一溫嘅呢個要咁樣啦。跟住係啦，即係因為都有機會出必答啦，都有機會係咪？都有機會出必答啦，即係我覺得係有機會出嘅呢個位係。咁係啦，咁跟住安史之亂係有機會出啦，都係有大機會嘅啦。宋明都係啦，宋明我覺得第3個大機會出必答嘅 topic 係明代嘅集權。咁係啦，所以其實就唔好話唔穩，因為你見到宋太祖曾經喺2023年出過必答題。嗱，因為你頭先講嘅啦，嗱，即係我哋2025年嗰陣時咧出過秦始皇同漢武帝做必答啊嘛，係咪？咁我覺得呢度有機會，可能有機會冧莊漢武帝少少啦，咁有機會㗎，因為頭先講過漢武帝嘅中央集權部同兩項戚還掌權嘅政局係有少少關係，所以你記住一定要溫啦。跟住就安史之亂機會溫啦。咁元代集權即係元代行中書省制，咁通常都唔會出必答嘅。咁但係如果你揀 Q4 呢題嘅話咧，其實就通常都要溫㗎，所以我擺2呢部分咁樣啦。因為我覺得又唔會出必答，咁唔會出必答就唔好理佢啦，係咪？咁但係你無論如何，周代啦、安史啦同宋明都一定要溫㗎啦，呢個冇得走嘅，呢個係咁樣啦。咁秦始皇咧有機會有時間溫你就溫啦嚇，冇時間溫我都唔使理佢嘅咁樣。但係呢度預咗有機會有一題，即係秦漢預咗有機會出一題。咁但係你就係咯，你就買大細咯，睇下佢會唔會出必答咯。咁我就覺得50-50嘅咁樣，即係佢最壞打算就係出兩項做必答，兩項戚還相爭做必答。咁但係唔係冇機會，係有機會㗎。咁所以同學最好要溫一溫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即係緊張你成績嘅話，咁但係孝文帝就應該唔係好需要㗎啦。咁而開皇盛世，我覺得亦都係嘅。你有需要嗰陣時，有時間你就溫開皇盛世，因為但係我覺得你首先溫咗最好溫咗漢武帝同兩項戚還先，同埋溫咗元代集權先溫呢一個啦。因為我覺得又唔係太大機會出，咁但係佢都有少少機會啦咁樣，所以我覺得係
係即係我覺得擺3個次好啲啦咁樣。有時間你就溫，相對唔係太重要，但係我覺得都最好溫啦咁樣。如果你有時間嘅話，但係開元同貞觀就應該正常就冇噶啦。清代集權、清初民族都係啦，所以係咯。所以論大熱嘅情況之下，宋明集權跟住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有機同宋代集權一齊出嘅，大家要搞清楚點樣嚟到削弱藩鎮割據嘅勢力啦。宋太祖如何，即係例如四監司啊、知州3年1調啊、通判啊等等呢咁樣，咁錦軍雙軍啊，咁呢啲其實最可以溫一溫啦咁樣啦。咁係啦，所以呢個係第一部分啦，呢個就係古代史嗰個嘅貼題。咁如果論近代史嗰個貼題嘅話咧，咁你見到上年嚟講就出咗抗日戰爭做必答，即係如果論必答咧就係抗日戰爭，係咪？抗日戰爭做必答。好啦，咁抗日戰爭做必答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嗱呢個我寫埋2025出過咩啦？呢個2025出過啦，係咪？呢個2025出過啦，呢個2025出過啦，跟住2025都出過隋唐啦，係咪？呢個2025係咪？跟住2025都出過清代集權、清初民族啦。好，咁如果論乙部啦，乙部嘅話咧，鴉片戰爭出過呢一個嘅呢個部分嘅鴉片戰爭。係咪？跟住八國聯軍都出過起因呢部分啦，喺呢一個嘅情況啦。跟住五四運動都出過喺呢一度啦，五四運動啦。跟住就係啦，跟住毛澤東時出大躍進啦，呢個三面紅旗啦，係咪？三面紅旗啦，咁樣有機會出過啦，係咪？同埋呢一個嘅改革開放都出過喺2025年嘅。咁係啦，即係嚟到論呢個大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如果論今年嘅話咧，嗱，因為通常咧，你見到4戰3改咧，即係列強入侵、圖強運動，因為橫跨3個 topic，通常 Q5係呢部分噶啦，Q6係呢部分嘅，係咪？Q6、Q7係呢部分嘅，就係中共呢部分。咁所以通常咧就分3大 topic 啦，咁出題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見到鴉片戰爭上年問咗呢一個嘅起因嘅，係咪？起因嘅重新咗。咁樣啦，咁所以今年問起因機會比較微噶啦，但係要注意個影響咯，因為影響咧，即係佢即係開五口通商啊，廢咗工行啊，其實呢啲或者呢個南京條約冇解決鴉片問題等等，呢啲都係英法聯軍即係爆發嘅起因嚟噶。咁所以你見到嗱，佢咁樣出啦，你見到都一個好得意嘅 pattern 咧，係好似佢不空狂咁樣嚟到，即係哆來咪發。跟住哆來咪花咁樣，即係好奇怪，我唔知呢個 pattern 咩，所以我覺得今年係大機出甲午㗎，今年大機出，即係我覺得大機出甲午戰爭㗎，即係不過英法聯軍我都有機會啦，咁所以我都唔咩，但係我覺得我偏好佢會出甲午應該會配洋務或者維新，因為你見到維新運動佢隔年出題啦，呢度佢4連莊添啦，佢上年冇連莊過啦，跟住洋務運動佢都好興嚟到即係嚟到黐住嚟出題㗎。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洋務維新，不過我覺得甲午配洋務或者甲午配維新嘅機會大啲。咁但係就冇乜唔溫洋務啦。即係如果你溫4戰3改，因為有啲同學仔今年都應該 all in 4戰3改，都覺得呢題嗰個嘅選題百分率偏高嘅，都應該會。咁但係你要知道就係話即係革命運動其實你我覺得一聽一點啦。我覺得你最好溫完呢個之後溫呢個咯。如果你打算 all in 4戰3改嘅話咧，咁你其實都要溫埋革命嘅，其實都要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私人嘅話咧，你首先要溫咗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同埋呢個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先咯，跟住先溫革命咯，咁樣啦，係第一大機嘅咁樣啦。民國咧上年出咗5·4，係咪？咁就係啦，通常都係隔年出題嘅。咁但係因為今年咧佢有機會，你見到咧其實國共內戰佢都好耐冇出過題㗎啦。咁而且哆來咪啦，你通常哆來咪㗎嘛，係咪？佢好興咁樣㗎，唔知點解好興好中意咁樣㗎。所以咧佢有機會哆來咪，我覺得今年有機會出呢個啦嚇，即係國共內戰啦，都有機會出必答㗎喎。佢冇出過必答嘅，你見到。係咪？所以佢陰啲咧，陰臭呢班人咧，佢有機會出必答嘅，有機會。咁就係啦。咁但係通常溫國共內戰都溫埋國共分合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論民初嘅話，出必答機率比較微嘅，民初就應該就唔會咁癲嘅嚇。上年問咗5·4，應該唔會咁快問袁世凱。但係如果你假設你有啲同學仔 Q6 佢想 all in 民國，因為就講過啦，佢通常呢個出必答嘅話咧，假設都出必答咧，咁其實民國初年通常就會出選答㗎啦。咁所以係有機會出嘅。如果你假設 all in 民國嘅話咧，all in 民國同學有機會你要揀呢個 topic，所以你最好就溫一溫嘅。如果你假設你想即係答第6題嘅話，咁樣啦。
係啦，咁跟住咧就係啦，跟住就當今中國有機會出必答啦，因為你見到其實佢通常就隔年出一次啊，佢都好耐冇出過呢個嘅即係呢一個當今中國即係中共嗰題做必答啦，好耐冇，咁所以你見到佢都有機會嘅。而你見到咧，其實都常大機會咧就出呢一個嘅建國初年都一定要温噶啦，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唔同 topic，佢出咗三面紅旗，所以建國初年嗰啲運動係冇出過噶。二嚟就係呢一個嘅改革開放應該就唔係咁重要啦，但文化大革命咧，你見到通常留空兩年㗎，留空兩年之後咧，通常就一定會出題㗎啦。咁所以文化大革命同埋對外關係都有機會㗎。呢個對外關係你見到咧，佢都卡啦卡啦咁樣出啦。咁所以我覺得同學就要最好温熟呢一個嘅topic 啦。所以我覺得我論必答大熱嘅話咧。係啦，論必答大熱，因為上年2025年出過2025年呢個嘅抗日戰爭做必答啦，所以我覺得今年出個機會率比較微㗎啦。咁所以其實同學都唔使嚟到温呢個 topic 嘅。咁但係係啦，咁所以呢個我就擺4呢個部分啦，呢個都係4呢個 topic 呢部分啦。咁或者改革開放同埋呢一個嘅4呢部分啦。咁但係我覺得啦，同學最好要交代温嘅就係話呢個鴉片嘅影響啦，呢個鴉片影響啦，同埋呢個英法嘅起因最好要温熟啦。係啦，咁樣啦，咁就要温熟啦，英法起因影響啦，英法聯軍係咪咁樣啦？咁所以係啦，呢一個嘅情況要温熟啦。跟住甲午戰爭頭先嗰個大熱中嘅大熱啦，洋務維新都係啦。咁革命運動我就覺得如果你有時間你先温啦。八國聯軍咧，我覺得都要温熟嘅起因㗎，因為影響上年出過啦，即係佢再問影響啦，就冇問起因㗎。咁但係你知甲午戰爭個影響就係造成咗排外嘅心理，包括佢賠款要加稅，跟住係啦。佢要撤廠，令到本土工業嘅工人受損，咁呢啲種種其實都引起咗排外嘅情緒，促成義和團運動。咁所以其實都有機會問個起因㗎，咁樣啦。袁世凱咧，我覺得有時間温，或者如果你 all in Q6嘅話，all in 民國嗰題你最好就温一温啦。跟住國共分合都最好要温㗎啦，咁樣啦，國共分合咁樣啦，即係我都覺得2號係必須要温嘅項目嚟嘅，呢啲係。跟住係啦，呢個尤其是一定要 focus 上建國初年嘅運動啦，係咪？建國初年啦，到即係到第一個5年計劃嗰個嘅情況嘅情況要温熟啦。跟住文革都應該就係大熱嚟㗎啦，點都一定要温㗎啦咁樣，同埋對外關係，因為今年其實應該必答題應該出喺中共呢部分嘅，我覺得咁樣，咁係啦，咁所以就如果論必答題嘅大熱嘅話咧，我覺得咧有機會出國共內戰啦。係啦，跟住建國初年嗰個情況，其實中共呢個大機會，同時呢個中共其實大機會出必答個大機會，所以其實你最好要温熟。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因為佢真係好耐冇出過中共做必答啦，你見到佢好耐冇出過啦，係咪？佢好耐冇出過中共做必答啦，咁所以咧就係咯，咁所以其實今年係大機㗎，因為見到佢瘋狂考民國，咁係上面嗰度變咗晚清嚟到做，即係晚清嚟到轉移咗。不過我覺得今年都唔會晚清，係小機咯，咁就所以同學最好要温熟，即係。下面呢部分正常你温熟，其實我覺得你有時間。如果你假設有啲同學仔係即係如果有啲同學仔係呢一個嘅弱底嘅同學咧，咁你最緊 all in 1同2先，應該所有同學最好温熟1同2先嘅。咁當然如果你係一啲勁嘅同學仔，最好温埋3啦，4我就覺得少機會㗎啦，咁樣啦，咁就係啦，就係咁樣。咁最後做少少宣傳啦，咁因為咧。就係啦，咁因為頭先講過啦，我哋會有2026年嘅詳細嘅貼題片嘅，咁就係啦，會講最後3星期要強攻嘅 topic 係啲乜嘢嘢啦，咁就係啦，同埋啲選修單元嘅貼題啦，咁往年都好同學會出席呢一個 course 嘅，咁係一個 free giveaway 嚟嘅，咁所以同學仔亦都可以登入我個 IG 就係呢一個 Alvin DSE Chinese History 啦，咁嚟到出席呢一個嘅4月14號考完公社，呢日考完公社科㗎啦，呢日考完，咁同學都可以嚟到出席下呢一個嘅貼題班，咁就盡一分努力啦，咁樣啦，咁就係啦，呢個多謝各位，咁就如果中意我呢個 channel 嘅同學仔，歡迎 like、share、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拜拜。